当局继续争夺东突厥散的自然资源，上个月钻探了超过300万吨的石油和天然气。据中国官方宣传机构天山网消息，自今年年初以来，农业石油驻新疆分公司加大了东突厥散油气转运的速度和数量，仅1月份就实现了314万吨汽油钻探工作。据悉，这个数字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13万。据报道，中国大陆发现了102例新的武汉疫情病例，包括46例本土疫情。香港第5波武汉肺炎疫情呈爆炸式增长，15日新增1619例确诊，另有约5400例初步阳性个案。据报道，在举办冬奥会的北京，覆盖首都国际机场、奥运村和组织中心的封闭系统中发现了2例武汉疫情病例。乌克兰将决定加入北约。北约秘书长延斯·斯托尔滕贝格说，斯托尔滕贝格就乌克兰危机发表声明称，找到政治解决方案永远不会太晚。另一方面，英国国防大臣华莱士表示，尽管存在一些部队已经返回基地的说法，但俄罗斯还没有将脚从油门上移开。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阿里沙哈尼表示，除了与美国与欧洲在维也纳进行的核谈判之外，他们不会进入任何谈判进程。他强调，美国和欧盟未能履行其在核协议的承诺。中国曾向联合国航天局投诉埃隆·马斯克，称星链卫星有与自己的空间站相撞的危险，正在启动一个新项目。据报道，中国已开始着手建设自己的5G 卫星网络，与星链卫星相抗衡。在名为 Galaxy Space 项目范围内，将建立一个由1000颗卫星组成的5G 网络。以色列总统府宣布，以色列总统艾萨克·赫尔佐格正准备访问土耳其。声明中表示，作为筹备工作的一部分，土耳其一代表团将于本周前往以色列。据土耳其官媒消息，此次访问将于3月9日至10日进行。对克罗地亚一家电信公司进行网络攻击并确定为小学生的黑客被抓获。根据克罗地亚内政部的声明，一名非克罗地亚公民帮助了以电信公司为目标的男孩。由于黑客属于儿童类别，他的家在其父母的监督下被搜查，找到了足够的证据证明黑客男孩作案，他的电脑被没收。这家电信公司的官员宣布，实施网络攻击的人索要了价值50万美元的加密货币。